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，北部今仔日继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上低温14度。这个雨无亲像昨昨日遐尔大咯，只有落一寡零散雨。中南部甲东部是多云到好天。这波的东北风到拜四就会减弱，也毋过拜六，阁有第二波的东北风到位，北部会阁继续来落雨。若中南部也是真好天，无受影响。 风一吹来，花龙对咧落来，全部落伫青色涂骹。上半日真寒，拜一北台湾低温干那14度，高温20度；花莲台东地区是20度到25度，中南部低温16度，高温28度。中南部地区一整周日夜温差大概都有10度或更多，所以早出晚归要注意添加衣物。这礼拜台湾的有2波东北季风，落雨拢伫北台湾。到拜六礼拜，雨会落甲搁较大。中南部地区落雨几率低，是多云到好天。我们预估在大台北地区、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情形。星期四减弱，但星期五到星期六又是另一波东北季风影响，水汽稍微多一些。空气品质除了高雄、屏东是感觉色的灯号，敏感的族群也可以注意，其他所在拢是普通较好的程度。最要提醒生半晡的民众，拜五进前拢会大忙，开车的时阵要注意安全，开较慢咧。